要到正安店了，五股湾公路了。我说哈，哦，来到新营了，给我看看，那有大五台车呢，开过去了。哦，哦，跳舞。有。然后我早上有去走那个北港，我早上有去跑北港。北港你也去了哦？北港好像是玄天上帝
的活动呢，在5多公里。我明天要冲雪甲，雪甲也有哦，对，明天雪甲也有哦。我们山庄有那个读经会考啦。我这边跑道会。哦，没有会啊。傍晚拍摄很好看。对。哦，在新开的道路往北到那个竹围后，Q1要到那个正安宫、五谷王公庙哦，前方那个大楼那个地堡，车灯制造公司，这边呢要做转运站的哦，土地新开发的。哦，前方那是太学公神教的。三太子立乐枪，华语的立乐枪。哦，要我看了，要跟老哥。